去八关山上行登着高山症，就这医疗院所要来提升这救援的量能，对于外国买三套随身在甲压舱，要关护这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，会当替患者争取到救援的时间。线路大好，医疗团队嘛是去得到玉山，早医疗设备嘛要确认山顶的 PIC 加压舱正常运作。这个外形敢若红色加盟公啊，会当随身载的加压舱，都是提供山友消透高山症的好帮手。除了捐赠之外，我们也办了教育训练，让高山去登山的这些山友们都可以有能力来使用这些 PAC。医疗院所即摆向国外采购3支下当炸的加压舱，关乎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，各举办教育训练，希望提升救援量能。高山症的患者倒入去加压舱，操作者是卡达碰布来灌气，增加舱内的压力，等于是海拔落去到1500公尺的环境，会当消除因为高海拔的环境造成的无爽快，嘛会当替患者来争取救援时间。是比较安心嘛，因为如果说在山上，有时候有些地方不是可以马上有状况就可以下撤。虽然目前我们的山屋都已经有建置这个 PAC，可是这个潘云山庄还有元丰山屋，甚至北峰这边，还有现场塔尔加管理站跟潘云山庄，这个都常常会发生高山症的状况。救管处讲，目前园区内拢总设置18支，包括16个山屋，含塔塔加白云2个游客中心，但嘛是有瓦拉米、鹿鹿2个山屋无设置，嘛会偏过调度来增加救援量能。爬山的导游讲，山友入山进前的自我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你到了以后，这个环境你待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你觉得不舒服，那我们就可以马上下山。上次2个小时，我这次可以2个半小时，甚至3个小时。有不舒服就下山，他人适应是会越来越好的。爬山导游讲，高山症的预防，除了要靠爬山者评估家己的能力，呼吸和体力的调节嘛是重点，会当一步一步慢慢来训练。但是伫爬的过程中，若是无爽快，嘛是要较紧落山，避免状况愈来愈恶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